年的年產值半導體的部分是2.2兆科學園區。今年我們南科以台南為核心的這個部分就已經到2.7兆。受惠佇咧高效能運算加 AI 應用的需求，南科三大佇咧2025創下歷史新高，頭擺突破2兆。我們在南科裡面其實不只是台積、聯電還有很多外商公司，包含艾斯摩爾還有我們現在講的到我們沙崙的 AMD。除了南科，沙崙智慧理聯科學社更是成功吸引中研院、工研院、國研院以及全球知名晶片設計公司 AMD 等在內的140間廠商進駐。研發未來也會在我們這邊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國科會現在目前在沙崙這邊有布局，就是有關於 IC 的設計、半導體的設計。包含半導體的研發跟創新。台南已經成為半導體的重要基地，為佇咧柳營的智慧機器人產業聚落，嘛互原本的經濟發展相見應，升級做由北到南的戰略三條。大南方新矽谷的計劃裡面呢，其實台南佔了一個重要的核心角色。它不僅是一個智慧城市的角色以外，未來譬如說在智慧服務型機器人科技方面交出真好的成績單，風華再現的大菜市、新港3月台南小北門店等等，佇咧今年陸續啟用，成為城市的新亮點。尤其是今年購物節的消費訂閱金額比去年加了10幾億，將突破45億。3月1號結束之前的話，應該可以至少突破60億的這個消費額的登錄哈，所以今年購物節裡面其實是相當熱絡的哈，那獎項也非常豐富哈，有汽車，還有月抽哈，周抽哈。為了行銷，經發局市長處嘛設計全新 IP 夜市仔。黃色圓潤潤的身材，加白色的威士骨，模樣相當古錐。唔那看菜市仔是超人氣組合，周邊商品更是受到歡迎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